你就答应我吧。你有完没完？好好在房里待着吧。那我求你行吗？求你！你疯了吗？求你！啊！求你了，师傅。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如果你不答应我，我就一直求你，我就一直绝食，直到你答应我为止。如果你再执意如此，就别怪我无情了。我知道你不会对我无情的。若，我不是在生初见的气，我是在生你的气。我就是想让你帮帮他，我不想他的治苦。为什么别人说的话你都愿意相信，却偏偏不肯听我的？我一直在听师傅的话，只是这一次，他是你的亲人啊，师傅。师傅，你就答应我吧。你就那么想帮他？你答应我了吗？嗯。若，你累了，去睡一会儿吧。师傅，你是答应我了吗？不可能。师傅这样的人，从来都只有我服从他的法，什么在乎我，放不下我，根本都是骗人的。都2天了，低米未进，你这是要跟我闹到什么时候？如果师傅不答应我，那洛儿也不想活。朽木不可雕也。起来。师傅。5天了，你不吃不喝是要做给谁看？师傅，你答应我吧，答应我。别再说了。洛儿。一路这是怎么了？5天低米未进，未进去的饭菜也悉数吐出。？5天？不行，他今天必须吃点东西。你这里可有参片？少爷，哎，去吧。好。
把他嘴打开。等一等，等一等。洛儿，洛儿，你醒了。一洛，你师父说你5天没吃东西了，你真不要命了是吗？我告诉你，晕过去真的谁都救不了你了。师父，你答应我。哎，楚彻，楚彻，我说，我这才几天不在，他怎么绝食啊？怎么回事？子毅，啊？你是不是特别想娶肉钱姑娘？废话，你说呢？我帮你。楚彻，怎么帮啊？帮我私奔啊？我会让安府光明正大的娶若倩姑娘进门。这批进士没有一个有真才实学。楚清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回皇上，臣也是接到了礼部尚书李怀柳李大人的举报，这才向皇上请愿，请求皇上重新审查此案。怎么回事？回皇上，臣发现此次录取的进士中，部分人的试卷上都有3个点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些人在科举考试中作弊？臣只是有些猜测而已，具体情况就不得而知了。季豪，这次科举考试是你主持，怎么回事啊？回父皇，儿臣做事向来有章有法，承蒙父皇信任，将科举大事交给儿臣主持，儿臣怎敢马虎半分啊？说这么多表忠心的话，那这些点又作何解释啊？皇上，微臣有话要说。说。回禀皇上，科举考试前，微臣发现吏部尚书陶良义有受贿行为，而且数目众多。微臣以为，如果能把贿赂之人查出，在与考试试卷上有标记的文章的作者一一查出，那必将会有结果。皇上，皇上，微臣冤枉啊！您不要听王处士的一面之词啊，皇上。皇上，刚才微臣所言句句都是事实，且不但有人证，还有物证，并非微臣一面之词。父皇，若此事真有舞弊，那也是儿臣的失职。既然已经有罪证呈上，还请父皇将此事交给儿臣处置。一来还所有人等真相，二来弥补儿臣的失职。也好，朕就给你这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朕相信你会给朕一个满意的交代。谢父皇。
楚大人留步。参见楚王殿下。今天的事多谢楚大人了。殿下何出此言？本王也是第一次主持科举考试，难免有些纰漏，多谢楚大人提醒。殿下谬赞。只是不知为何，楚大人身为京鼎官，却管着吏部之事啊。我想，殿下是误会了。既然有人以证据相告，那微臣也不能坐视不理吧？不用解释，本王自会查明。楚大人公务繁忙，最要紧的就是照顾好自己的1亩3分地，其他的事不关己莫出头。微臣明白。哼。你想说什么？我想知道，安伯父是否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接受若倩姑娘？我不想再提那个女人，我宁可子义终生不娶。那如果安子义愿意娶一个和皇室沾亲带故的女人，伯父是否愿意？你跟我开玩笑吧？若真有此事，子义要和九皇子。次日便胸痛彻背，短气喘息，不得安卧。找了好多大夫都没有办法。安伯父去了之后，稍加诊治，皇上便无大碍。所以我在想，皇上得的可是决心痛？贤侄果然精通医术，看来子义并非在我面前过分吹嘘。不仅仅是决心痛，此事十分蹊跷。皇上从小就有不足之症，心口常有绞痛之状。这几年几个皇子，也让他操碎了心。歇在心，则病心痛。我去时，皇上已经是坐卧难安，手足厥冷。我立即用阴阳离绝症治疗，给皇上服用了黑犀丹、李可的破格救心汤、独参汤。所幸对症，皇上有所好转，但近日正在休养。痛及时气相搏，手足厥冷，非治疗所能及也。安伯父这次怕是侥幸了。你的意思是，身处皇上那个位置，很难有不操心的道理。加上皇上自幼患有心疾，本就不堪一击。伯父虽然妙手仁心，但皇上也不可能每次都那么幸运了。说得在理，我竟无法辩驳。恐怕再来一次刺激，皇上的命就很难保了。唉，此话只能私下说说。皇上近日恢复得挺好，应该无人会觉得有什么大碍。决心痛就是如此，表面无恙，甚至精神矍铄，但一旦复发，便无力回天。此事可不能声张，说出去可是要杀头的。
也只是和伯父您私下聊聊。放心，我一定守口如瓶。小侄还有事，先告退了。好。安伯父可别忘了，你我今日的约定。一言为定，子义的幸福就靠我贤侄了。可惜了一块行医治病的好材料啊！我知道你在找妖郎，但我不是。你凭什么说你不是？当年安大哥在兰园桥下种下了火秧乐，就是为了给你治病。多年前我中了妖郎之毒，这些年也是靠着子义种下的火秧乐控制着病情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凭我也要抓到妖郎。你为什么要抓妖郎？我自有我的目的。我还可以给你带来一个希望。什么希望？我不光可以抓到妖郎，替你全家报仇，我还可以还你一个清白身份，让你可以光明正大的和安子义在一起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你若不信我，随时可以取我性命；但你若信我，我们可以合作一次。况且，就你这点三脚猫功夫，你以为就可以要了我的性命吗？你爹当年明明是自己辞官离京的，可为什么连你也说，你爹是被太子驱逐出京？因为他害怕被报复。怕谁报复？就是这个妖郎。他害怕我爹把他是妖郎这个线索给公布出去。你爹手上有什么线索？我爹以前有个习惯，每治愈一个疑难杂症，都会记录详细的治疗过程。所以，这是你爹的处方记录。对。妖郎为不生不灭之躯，唯有火秧乐抹成粉末，抹于刀尖，可彻底斩杀妖郎。饮妖郎之血，可彻底抑制妖郎之毒发作。但患者逢中秋15会幻化成妖郎，靠火秧乐抑制毒性发作，所于天牢。火秧乐抑制妖郎之毒，为苦而熏。随身佩戴，可免受妖郎之攻击。以下为，只可惜烧了一半，由此就可以证明，我爹曾经亲手杀死过一只妖狼，并用妖狼的血救了一个曾经中了妖狼之毒的人。当然，被救活的人也就成了妖狼，从此祸害人间。所以，你爹就是这为数不多知道妖郎真实身份的人。是的。
醒了？哎，丫头，你说你每次醒来第一眼看到的都是我，巧不巧？这也算一种缘分了吧？啊？我还以为我死了呢。你还敢说？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出车对你这么严了。你是真敢啊！5天5夜不吃饭是吧？你知不知道这种绝食之后昏过去就再也醒不过来了？真当你安大哥什么都能治？我们又不是活在神话里的人。那我多吃点不就补回来了？我身体的底子挺好的，挺好是吧？不错是吧？要不你起来走2步试试？行了，本来你就受了伤，前2天身体不好，伤了元气，又饿了5天5夜，心情还不好，只会让你身体越来越差的。还不是因为出钱姐姐来求我吗？她告诉我，拿命去威胁师傅会有效果的，我又没有办法拒绝，就只能破釜沉舟了。所以，你师父答应6皇子了？真的？他没有反悔？怎么可能？喏，你看看，这都是出钱姐姐送来的。是啊，他上午来了，然后那时候你还没醒，把东西放下就走了。出钱确实和以前有点不一样了。安大哥何出此言？以前的出钱才不会为难你呢。我想，他应该是太爱6皇子了。可是，人总是会变的，不是吗？没有什么是不会变的，但若能变得越来越好，那也就是好的呀。果然，你现在和出车学的真是越来越透彻了。知易行难，其实我也做不好。也是。我师父呢？这可是你自己找的啊！一直支持4皇子的吏部尚书陶良义，因为3点科举案被皇上罢黜了，所以你师父去启安那里处理这事了。这不吗？把你交给我了。还真是好矛盾啊。丫头，其实你帮了出钱，有可能是把你师父往火坑里推。我是不是做错了？算了，你师父又没说什么，我跟着瞎操什么心啊？啊，没事。好了，你多休息一会儿吧，饿坏了，我给你拿东西吃。现如今3点科举案，让父皇对4皇兄的办事能力产生了质疑，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大好的时机。出清之前费尽心思培养了一批新人，现在父皇误认为他们是中立派，都纷纷重用起来。敢问都是哪几位大人？此事事关重大，等再有需要的时候才能告诉你。我认为还可以再等一等。2皇子谋反早已失势，4皇子如今在朝中得到群臣拥戴，并常被委以重任。但皇上本就生性多疑，
他会忌惮一切对他构成威胁之人，即便这个人是他的儿子。所以我们要做的，就是把风头让给四皇子。他得到的越多，皇上就会越忌惮他。到后来，我们只需要安排人在他手底下做事，这风头出多了，定会不断的出现纰漏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让我按兵不动？殿下近期只需频繁做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殿下每日进宫，亲自给皇上请安，并且带上乔装成小太监的我。哦，为何？一来可以体现孝心，别的皇子都在争权夺利，而你却只问父皇龙体安康；二来也方便让我看到一些常人看不到的东西。这么神奇？当然，等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，我自然会告诉你。好，但以此作为交换，你必须把扶植的新人名单给我。如果你真的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，待我登基之时，定会和盘托出。到时候以你我的关系，自然不会对你有所隐瞒。看一看，哎，姑娘慢走啊，下次再来。哎，姑娘，看一看，尝一尝啊，我们的水果不甜不要钱啊，新鲜的。真的？真的，尝尝。怎么样，甜吧？酸的。璎珞姑娘，还真是璎珞姑娘，好久不见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，你还怕我？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吗？谁怕你啊？你不是走了吗？我走了就不能再回来了。你别碰我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可知道你是什么人。你是西戎国的大王子。我跟你说，如果我现在这么一喊，马上就有官兵出来把你抓起来。你怎么知道我是大王子？竟敢对我们王子不敬，看我杀了你！林将军，你这刀还是收一收吧。嘘。看来我们得好好聊一聊。走，我请你去万居阁坐坐。不必了，不必了。喂，你来真的？有官兵！对王子不敬，就是该死。这里可是我们中原国的地盘。你区西戎国的一介莽夫，竟敢如此狂妄！管好你的人，告辞。还追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王子恕罪。改日我让人给你送些厚点的衣服过来，那就多谢出钱姐姐了。洛儿，洛儿，洛儿，我叫你怎么不理我呀？想什么呢？姐姐怎么来了？我都听说了，你为姐姐吃了好多苦头。因为你是我的姐姐啊。姐姐对不起你。哎呀，
怎么搞得像我死了似的呀？姐姐别这么说，我这不是好好的站在你面前了吗？瞧我，就是的，应该高兴才对。快来，给你带了好多桃花松。你们两个认识啊？一洛的姐妹本来就是我的姐妹，再加上安子毅与我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，若倩是她的心上人，那也就是我的家人。若倩受宠若惊了，你看你还跟我这么客气，我该不好意思了。就是的，都是一家人，尝尝。论桃花酥啊，还是出钱姐姐这边的最好吃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王妃不好了，怎么了？小少爷出事了，奴婢有罪，没照顾好小少爷，请王妃责罚。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奴婢方才抱着小少爷在花园里看花，无意间被花刺伤了手指，奴婢就去屋里面处理一下伤口，小少爷就不见了。奴婢在花园里找了一大圈都没有看到小少爷，奴婢就让府里的人把王府上上下下翻了个底朝天，也没有看见小少爷。奴婢不敢耽搁，只好到主府来找王妃你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简儿她还那么小，她能去哪儿啊？怎么办？啊！你与简儿一起在花园的时候，旁边可有别的人？没注意。姐姐，我们去王府里找。我也一起去。好。王妃，您可回来了！顺着王府到街上这条路找了吗？都找过了，王府内外都找了好几遍了。我们都盼着您带着小少爷回来呢。小少爷不会真的走丢了吧？姐姐，你赶快去找六皇子，此事人命关天，不能再瞒了，瞒也瞒不住。我再四处找找，想想办法。洛儿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哪里奇怪？整个街道都没有发现马车的踪迹和小少爷的身影，仆人们也都说没有看见简儿。一个孩子不可能长着翅膀从院子里飞走了呀。是啊，简儿虽然是个孩子，但也不可能装进袋子里就被带走。想躲过这么多人的眼睛把简儿带走，也并非一件易事。除非王府内部有奸细，他想了办法把简儿藏起来了。我也觉得简儿应该还在王府里。最危险的地方，往往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很有可能是贼喊捉贼。你这么说，倒真的像身边的人作为了。最接近简儿的人，应该就是奶娘。没想到这个齐丞相的女儿齐琪，竟然这么恶毒。就算她想嫁给六皇子，也没必要害简儿啊。你今天立了大功，感觉怎么样？这不算什么。洛儿长大了，没有师傅，
我已经让初清将奶娘治罪，3日后发往边疆为奴。我真恨不得亲手杀了他。殿下准备怎么处置齐小姐？我真是瞎了眼，才会看上那样恶毒的女人。我自然不会放过她。你最好放了她。为什么？你放了齐小姐，齐大人定会感激不尽，他日必能为我们所用。你是让我卖一个人情给齐大人？不行，齐大人终究不是我们的人，况且他的女儿也因为我们的家事成为阶下囚，他定不会忠心耿耿。何不趁机参他一本，换我们的人上？看来殿下早已有所打算，那初某也不便再多说什么了。对了，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什么消息？父皇又把四皇兄派去边境打仗去了。即便如此，也要按兵不动，静候时机。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。初清大哥，车车在吗？师父出去了。正好，我找你。我？坐吧。听说你师父一直在帮别人查子。师父做的事情我都不懂，不过，不是听说他和你最近一直在帮六皇子筹谋大事吗？你的口风倒还挺严的。我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呀。其实吧，我就想知道你的身世。也罢，反正你师父他老喜欢玩神秘。我先走了。初清大哥慢走。启禀皇上，六皇子又来给您请安了。哦，齐燕这孩子，最近天天来给我请安。说到底，最关心我的还是齐燕呢。从前我最不看重他，现在我心里有点内疚啊。皇上，您说哪里话？六皇子孝心一片，也是天经地义。奴才这就给您叫去。好。儿臣给父皇请安。哦，免礼。谢父皇。来，到父皇身边来。朕近日政务繁忙，夜传口谕说，你们不必天天向父皇请安了。你怎么还天天来呀？就是因为父皇政务繁忙，所以儿臣才要天天来看看父皇。父皇一见到儿臣，自然会停下手中的事务，与儿臣闲聊两句，这也算是一种休息，儿臣的一片孝心。难得我儿如此细心呐。父皇别这么说，我四皇兄此次前往边境，平定内乱，为父皇分忧，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一片孝心。难得你这么想他。四哥无论什么方面都比我优秀，我觉得他这次也一定能立下赫赫战功。我
就在这里先替他静静孝心，已经很满足了。父皇，你怎么不好好吃东西呢？我儿有所不知啊，最近天气燥热，父皇我是吃不下睡不着，胸闷气短，再加上有这么多的政务要处理，只能让御膳房给我准备些安神醒脑的补药。父皇，那我明日去把那个民间的神医安千叶再请进宫，再给父皇多开几副新方子，可好？好，那个神医很厉害，就请他。还是我儿懂我。父皇，这是我特意为您带来的天山雪莲。好，好儿子。六皇子到。不知六皇子匆匆前来，所为何事？出这说吧。近几日，我日日进宫与六皇子面圣，现在已是最好的时机。什么意思？皇上已经病入膏肓，且不自知，最多活不过7日了。这千真万确。皇上的病并非1日2日，乃是自幼带来的。藏壁日久不愈，加上这些年又急火攻心，复感外邪，多次内犯于心，心气闭阻。现在连神仙也救不了他了，更别说是安神医了。那这7日时间，本王还能做些什么？7日足以定天下。现在，殿下只需转告四皇子一句话即可。洛儿，现在事情到了最紧要的关头，这几天你哪儿也不许去。师傅，你这几天去哪儿了？怎么回事？不是说7日吗？现在正好7天了，怎么父皇他还是好好的？殿下莫急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我还有什么东风可以借？你让我7天之内做的所有事情，我全都给办到了。不是借，而是一直在等这阵东风。7天了，差不多了。报！战事怎么样了？回皇上，四皇子遭到偷袭，智我军节节败退。怎么回事？不知何人向四皇子透露了皇上龙体抱恙的事，四皇子心神不宁，贸然进攻敌方，智我军守备空虚，敌人趁机偷袭，烧毁了粮仓。那现在四皇子在哪儿？四皇子率领着剩下的残部退到了牛蒡山。他知道我身体不好，就不能好好打仗了吗？皇上，该吃药了。皇上，
皇上驾崩！宣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六皇子启彦兢兢业业，勤政为民，体恤民情，朕甚感欣慰，故传位于六皇子启彦，钦此。谢父皇天恩，跪！祝新皇登基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师傅，怎么不回屋里睡？幼儿在等师傅呢。等我？总有些不安，总害怕会出事。不需要你担心。师傅，我害怕。你怕什么？没什么，该睡了。弘扬，此次出使梁国，国礼可曾送到？回父王，国礼已经送达，梁国也回礼10车珠宝，以示两邦友好。儿臣拜见父王。儿臣巡营换防，特来交旨。巡营换防后又去哪儿了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启禀父王，近日城内发生暴民抢粮，儿臣已派兵疏散。哦，这是王城啊！哪儿来的暴民？说清楚。启禀父王，儿臣已经查清楚，是因为近日粮价突然涨价3倍。3倍？哎，是不是又是那些无良的商人？如果是的话，有一个算一个，都给我抓起来，我亲自收拾他们。父皇，此事并不是那些商人刻意所为，而是中原新皇启彦登基，他肆意增加关税，破坏我两国多年贸易盟约。父皇，我们不是孬种，不能任他们欺负。儿臣愿率领20万大军攻打中原。二弟，进攻中原之事，岂敢儿戏？像此等言而无信之辈，就应该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韩童啊，你打仗有一套，可以说是战无不胜，但是不能因为打仗厉害，你就膨胀，就轻敌，那是中原。启禀父王，儿臣已经查清楚，现中原军队主帅是一名草包，此时正是最佳时机。二弟，你别忘了，中原国还有一个叫做启恒的4王爷。哼，他算什么？要不是当年你坏了我大事，中原早就是我们西戎国的了。去，20万，2个月。中原西南边陲的2座城池，做得到吗？儿臣定不负父王所托，遵旨领命。
父，你弟弟这孩子从来没打过败仗，说不定这次也行。可又说不定他不行。如果是那样，等他回来，你就像刚才他那样教训他。禀皇上，李怀柳大人在寝宫外说有要事禀报。这么晚了，让他明日再来吧。李大人说事情紧急。好，你让他进来吧。是。皇上，西荣国二王子率20万大军攻打我中原，现在数座城池都已失守。怎么会这样？皇上，事不宜迟，请尽快做出决定。速速传旨下去，命刘将军率15万大军前去迎敌，不得有误。是皇上。出彻，你去哪儿了？你知不知道，启燕将他所有的兄弟全部驱离京城了，除了四王爷被禁足在宫中。你想说什么？我觉得其他人还好，虽然在外面，但是好歹爵位在身，也能落个逍遥自在。但是你说他和四王爷关系那么好，启燕当上皇帝之后，这也太狠了吧！要是我当上了皇帝，我绝对不可能像他那样冷酷无情。皇上这个位置，可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，尤其是你。哦，出彻，我就是担心，你说他会不会忘了答应我的赐婚啊？放心吧，不会的。真的？那你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我去告诉若倩，省得她担心啊。既然来了，不如进来喝杯茶。好眼力！你是谁？在下是四王爷麾下副官。你是林之遥？先生认识我？林之遥，隶属北大营先锋官，现任西南主军副指挥使。先生怎么知道？皇上登基，四王爷奉诏回来参加庆典，不料却被皇上囚禁于宫中。你来找我，定是为了此事吧？其他几位亲王都已被派到各自封地，唯独王爷不但没有封地，现更被困于宫中。末将担心王爷安危，特来请先生帮我救出四王爷。出谋乃一介草民，你行这么大的礼，我自然是受不起。过来说吧。四王爷不用救啊？为什么？不出3日，四王爷自会被解禁。禀皇上，刘将军出师不利，我中原大军节节败退，现军意退守天水关。什么？一群饭桶！难道朝中无人可用了吗？皇上，为今之计，也。不必多礼。
听说林之遥来找过你，他有对你说些什么吗？不知道皇上认为他会跟我说什么。初彻，我希望你不要做一些无谓的猜想。草民不敢。好，那就好。我之前说过的，只要朕一旦登上了这皇位，你我之间就不该有芥蒂，对吗？那是自然。朕走了。皇上可别忘了，之前我跟您说过的，给安子毅和若倩姑娘赐婚的事，还有答应我的名单。我不会忘的，放心吧。师父，怎么了？我知道了启言太多秘密，只有替他做事，对他表忠心，这样我才能更好的保护你，才能早日为你家人报仇。师父，我错了，我太执着于报仇，却把你如此淡泊名利的人拉到了这样的境地，我错了。没想到，最后还是成为了之前自己最不想成为的那种人。不过还好，有你在。你不必太自责。为了你，我不后悔。皇上，这西戎军队已退出我中原边境。这西戎军现在依然在边境垂死挣扎，皇上不高兴？短短数日，就能够反败为胜，我这四哥呀，果然不简单呐。皇上，但这西戎国的二王子洛寒童也不容小觑，至今仍拼死抵抗，毫无投降之意。这样下去，只怕我们会耗不起。皇上，微臣这儿有一步险棋，不知道皇上愿不愿意？说来听听。臣听说，这西戎国的大王子骆红影，可是非常喜欢伊洛姑娘。咱们若是将其作为和亲郡主嫁到西戎，皇上息怒。若是初彻知道了此事，定会加以阻挠，到时候恐怕会比现在更加难堪。他们为师徒关系，怎可苟合？伊洛姑娘年纪轻轻，咱们这也是为她好呀。若是和亲成功，这四王爷也不再是皇上的威胁了。好，你私下去办吧。微臣遵旨。李某拜见骆王子。是你叫我来的？李某是代表我中原前来与骆王子议和。议和？
议和你找我父王就行，找我何用？这场战事虽然是中原取得了边境的胜利，但也损失惨重。这无论是对西戎，还是对中原，都是有害无益的。那又如何？李某此次前来，就是希望洛王子能够说服你父王。议和，你怎么能肯定我一定会帮你？我们想把议洛作为中原郡主，送往西戎和亲。我听说中原皇上的皇位就是从四王爷启恒手里抢来的。启禀王上，前线急报，中原军队突然反击，导致我军措手不及，如今已退回琅琊关。什么？我军将士没事吧？二王子怎么样？王上放心，二王子并未受到伤害，只是遭到突然袭击之后，军队的士气一落千丈。我问你，中原带队的是谁啊？回王上，中原国四王爷启恒。唉，既然二弟已经身陷困境，儿臣认为，现在应当去中原，请求议和。打仗打得好好的，人家中原还占着便宜，凭什么跟你议和呀？父王，儿臣早已调查清楚，中原国的国力现在已经大不如前，若是想坚持持久之战，几乎是不可能。韩通此战，如果再撑下去，敌我双方都会损失惨重。如果现在提出议和，中原国一定会为了长久考虑而答应的。父王，议和之事，请放心交给儿臣，儿臣定会给父皇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既然你都想得这么周全了，你就去试试。事关两国和平，红营怎能怠慢？好，那朕封他为郡主，前往西戎，如何呀？既然他已有喜欢之人，你如何让他心甘情愿地嫁给我？所谓君为臣纲，夫为妻纲，假以时日，他定然会接受的。但是，我也要求你，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。毕竟，他喜欢的人，并非普通人。好，你放心，朕自有安排。3日之后，西戎退兵边疆。自此之后，你我两国和平共处。那还请洛王子静候朕送去的美娇娘。